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狗狗讲哈喂》。民主我来教大家做料理了。今天呢要做这个料理呢，冻茶盆，就是这个呢豆酱烧豆腐哦，它真的很下饭呢。到底要用办做呢？民主来教台七家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待会等这个豆腐煎到有一点点金黄色，焦香就 OK 了。不过这个豆腐的客家话该怎么讲呢？就叫做豆腐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的豆腐已经煎得差不多了。待会呢，我要先把它弄起来调酱一下。不过呢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豆酱，这个豆腐是用这个黄豆，所以黄豆的客家话就是黄豆黄豆酱放进去，加一点点酱油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要教大家讲一整句客家话，就是煎过的豆腐不容易破。客家话呢，就是叫做煎过的豆腐含唔烂，煎过的豆腐含唔烂。记得哦，其实煎豆腐也蛮需要技巧的。今天呢，还 OK 啦。好在我们刚才把它煎过，没有烂掉。待会呢，吃起来有点焦香的，会很好吃哦。这个豆酱豆腐真的很下饭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跟试吃员一起来品尝。它配白饭更刚好，因为味道比较重一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挑战讲的这句话就是煎过的豆腐不容易破。客家话的讲法呢，就是煎过的豆腐，煎过豆腐，砍唔烂，砍唔烂。对。煎过的豆腐砍唔烂，煎过豆腐砍唔烂。没错，你其实讲的蛮好的，多试几次就 OK 了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我们认识了一道新的菜色，当然喽也要来复习一下认识的新的词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豆腐，豆腐。第二个呢则是黄豆，黄豆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煎过的豆腐不容易破，煎过的豆腐含唔烂，煎过的豆腐含唔烂。下一次也自己动手做看料理，记得也要复习一下学过的客家单字喽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